我是因为张震、张翰是好朋友，那跟爸爸是怎么认识？跟爸爸是我们年轻就认识，爸爸人多帅呀！就跟张翰我是因为张震、张翰是好朋友，还有他父亲我也认识，所以我就来参加了。他们家真的比较低调的，比较偏那喜哥，你还记得上一次跟张震合作？我上次跟张震合作拍王家卫，他跟张翰常常合作。王家卫那一支大概多久以前？那时候多久？4、5年。那跟爸爸是怎么认识？跟爸爸是我们年轻就认识，爸爸人多帅呀！他拍《唐朝奇逆男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爸爸认识了。喜哥刚刚有说，就是兄弟两个，就是他们不晓得，他们经纪人知道啊。那个谁排在一起，因为他人多，我就搭着人家就不要单独做。因为今天跑3个厅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